点了酒，喝杯倒子。肉，嘛子事啊？我倒没嗨。那老婆看啊，到了少摸到不的，也摸要到呢。哎呀，我想噻，好，交给我。进来。好嘞。三子。你好。哦，这头干那个。把手机。这边头我就晒这个得个。哎呀，没得上锅，我给自己这个的叫他补了的。啊，我叫你做的个稳得不？哎，行，随给，要这个，没得看那个问题。你猜，那个豆角也多呢，可多了。干啥我最耍？哎呀，怎么样子用？我肉我没找。得叫那都只在乎，是比那包子嘞。这我这对肉啊，真。哎呀，鸡蛋都我是哪用？但是才是头鸡蛋。我就是生的嘛。这个肉鸡蛋的，这边的这个瓜。那叫不叫呀？谁给？你猜过他个哈？哎呀，只晓得他那个够自信嘞。我也没找，我都有肉，我能不敢轻的。我是你不老啊！我这些都在多嘞。那个刚才这边才在多呢，这多了一多倍嘛，多了。这多了一多倍嘛，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晓得我多少个一弄年早上我对的，可我相信我对哦。蒙头这来了来知道，到底走不走了？哎，这个国家都能够怎么叫错啊？我蒙着开个哪人了？宝呢？你叫什么说噻？关了门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多久了？我把它多久了就是苦家猫呢？在口袋。人家一团转啊，什么绿包裹的，那家啥子嘛放海。哈，就是想我那有阿伯兄那想只好行了嘞，我找找个么子错黑了哈。那个毛呢，最保重了。收走了。没摸。啊，我用了这多少个？你用这个太急了，穿的这一换不摸了，穿转了。你嘞，那我找到哎，我叫他穿那么开，我那也好嘿。好嘞，我们这样噶，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哥仔，哎呦我的妈！哥仔，参谋哥哥哎，这啥得好帮对多。哥仔，哎，那个事情慌里慌张嘞。我那个啥我。招呼啊！哥仔个怎么嘛？我就羡慕。王子，那个给他上补了。要了嘛，还得补呢。那晒上头，米都怎么？哎呀，故意是想生啊！我嘞。故意是么子想生我呢？我多大是种狗，就是个不错了，搞懂的。我多还是怎么啊？要这个怎么？米的有不得？我懂你大路，我才得说的。公司嘛不晒，我这个么？哎么晒噻哈。好低呀，这个啊，哦，这个海里面子香的嘛。哇！哦，挺老爹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哥仔，你给咱么子都开放这种噻，噻。你伢来不得。咁我东西才那麻烦，只能不得结婚传播那个我老张，当然都在报答，
哦，个大手大脚的话，难道个人公脑袋那么这么看我报个呀？意思是呀，我等这个我就是可以摸我喜欢的东西啊。在哈拉头一头锻炼的时候，我想摸啷子就摸啷子，我脑袋都知道光到我呢。平常日我约去搞之后，就要降低我的生活质量。呀，你生活质量啥？是不能被头一踩药啊？还明得我拿个再把我们再找路叫个？哟，叫不要个叫，这个拿不叫，就因为搞之前期个圈子都早，才导致个能够多学1分钱宽度之么？你要个约补的时候，个拿不来到处弄栽早，个拿不能办个栽早的约我，约到我背头去咋个？相当于就是我自己出咋约我自己，我就是害了咯，个害啷子？呀，约我那是委屈，那是委屈搞。你我在叫那个钱。可一路一包烟，你们就是2路1包烟。一路天黑了，背不了过来啥的烟啥？我背不了过来啥的火不平，叫我用自走路去。背不了过来啥的烟啥？叫我后自走路去吗？他们我他结婚以后，这个姐妹的我就很久联系，很累都知道不了。要搞你，你毛狗的种下岗，他搞得兄弟要楼下挠两皮后脚后头狗咬的，甚至咬的都知道谁，我还乱搞吗？既然个宝贵要个那把门再咋去搞？个里头有多过嘞？个秋冬整西过，后头我都去咋了套了脚长了？只想去个那把失望，只能么弄，因为搞不得离婚没，路还还大，要过之成期，要过的错，一绕花都路还过。对，反正我谈你们，老子真个莫名才。那你要整的让我嘛，我要让你哈，我整的想谈你我给。还换了个弄牛这样，讲着你莫在做弄个弄雷子的，我在那帮子都搞。哎呀，我只要个管，跟你这个都怎么搞的？弄那个我本事带过老总呢，叫就只要个人踩，只要就只要，人才过来使用个人踩。各位背什么个音乐赞助啊？头就应该弄那了。很喜欢导航的一句话，请在合适的位置选择掉头，重新规划路线。泪水将我淹没，到底谁该能？哎，我都知道这个不对，个人听听我子呢。我听个还不是因为我想个安慰过来，打是情骂是爱，不打不骂分得快。难道你想做分？我只想分。最坏的脾气我往多开了学最娘的短呢，我就要证明个叫我最娘的短的了哈。难道我们我的坏脾气么对了其他人高兴吗？我不行，我肯定之前嘛，我那个搞还是冲发火嘎，那冲发火算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想最上，只能买我拿那么我得落得比哈我了啥没？我气我妈妈，还不是搞出在我们苦嘛？我换了为了他个身子啊，该保。我信你个鬼！我保了。有，搞那下的回事对那个，我跟那我错了。哎，哥哥怎么对啊？听保了嘛？怎么贴够了呢？可真保对了嘛？我错了，错了，保错了，就算这么哭泣，帮过消消火。帮姑消消火！哎呦我的妈！打狗。啥么子一毛？背毛都这么问题？背毛都这么问题？我扇子嘛！见了牛哥叫阿杜鸟么子啊？哈，我叫阿杜鸟么子，阿杜鸟哪的哈？哎，在家梦子呢？
不要的，你之前太笨了的，才知了不嘛？哎，没到那带我塞个鸟刀，哦，我的没到水跟鸟刀嘛。那还别没少塞个鸟。不怕贝贝，知道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爸爸要熬哈。哎呀，熬着早，熬着大不啊？熬大个脚啊，还有大米。哎呀，我那个拿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个姐读个等着我相亲啊？呀，我姐都他个相亲啊。我见面他干哈啦？我嘞个么子？毛管头别墅，干么车噻？一张奔驰。我嘞个么存款？存款8位数。8位数。你对我条件还是比较满意的。给我弄个啦，给在我毛，我只我毛，但是你就在我手嘞。给在叫哪？侄子，我来个正大宝贵，侄子，我来摆投资合适。验个老子走，验那个老子走，我阅历要补，只要知足。我这段肉可以修嘛？我来要我怎么扯怎么这怎么咋？给我扣时间给我扣噻。个仔，老大牛头不知哪一个包年？知道孩子知道啦。地老牛的地老大你，谢谢地老牛不乱，现在地老牛哎，你收到什么呢？哎，这都算了，只管了这事情。米老，妈妈录了没？妈妈，哎，妈妈搞么子来？那么多人哎。我爸爸还在高兴被剥了这个猪背了呢。他爸爸好嘞？啊，我爸爸的，你只能和妈妈呢？你只整个我和妈妈呢？我的哥哥和他。不，跟才爸爸你到个噻？猜，你猜？哎，你跟到个噻？真是懂，真是推。萌萌哎，给，怎么到你就爱找路啦？我录这个呀，录啥个动作啊？我只像狗一样，胆子都直挖，你都胆子好久。飞儿，干么地上的弄噻？那我就哈搞。我那只不能不找路要过的话。你那个么事？妈妈他爸爸喊你录个。喏，我讨个我能抱他凶，反给就算了，脾气还怒。明明有个给我受尽委屈，我来蒙嘞，他还摸不摸地上的打，啊，要我宣告不了，我只想要的女儿，我自累，我到了你就得个黑头容在，我来要多处理的多人个。搞路了啊？啊？我路啊，我还觉得可悲啊！那不那么老的弄用了，要讨生日，讨杂处，还想办法去砸全砸，帮忙我这，来告你，除了乡家，有我家没结后，就是乡家，我家的宽东不老补。
过一多了呀。哎，搞不到有福啊！我还真知道有福啊。哦，我的白头，没运费嘛。我老知道要半年天。一点我真讲的，搞不赶门照顾我都半年哦。哎，我那还有包，还知道个想着这个问题呢。要打隔壁阿妈杀姑、老姑，应该照顾用那个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看你这个有哎，那就要考虑过是了。我要估摸过就你这个有带，我得去考虑过哎，为我家呢。你半年不要定人色，我自己找个海呢，干啥不要我再给了刀狗呢？不要我都接了刀狗呢？干啥不要我来念了？知道了？你行了呢？我可以说很到的人啊。我那可以不很大半年哦，但是我可是当保证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讲年这个呢，可就是我经照顾不经照顾我能啊。我那个我家年了我叫不到给，可得给是只差你老老到还得对着我啥说家说呢？我大家用多是有没用呢？他公交大家我年这个了，不经照顾了，我熬当不了了。动感呐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个人这个娘们个啥着落呢？没毛哎！没毛哎！别笑。